在台湾，许多长者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：清晨起身时，腰背微微僵硬，走几阶楼梯，膝盖立刻传来酸软，或是只站久一点，双腿就像失去了支撑的力量。有人以为这不过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，但事实上，它往往是骨质疏松悄悄出现的指兆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65岁以上女性中将近1/3患有骨质疏松，而男性虽然比例较低，但一旦发生髋骨骨折，不仅复原更慢，甚至死亡率也比女性高。这些数字听来冷冰冰，却反映了一个个真实的家庭故事。我是陈医师，多年来一直专注于高龄者骨质疏松与髋骨骨折的治疗与照护。在我的临床经验中，看过太多长辈原本每天都能自信地走出家门，却因一次轻微的跌倒，从此必须依赖轮椅或长期卧床。那种落差对当事人和家人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。也因此，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让您了解骨质疏松病不是正常老化，而是一个可以预防、必须重视的健康危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请您先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讯息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仍在收看。如果您觉得这段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那么，为什么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跌倒，却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呢？答案将在下一段揭晓。骨质疏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沉默，它不像高血压会让人头晕，也不像糖尿病会带来口渴或频尿，它往往在多年之间默默让骨头变得空洞而脆弱。等到真正被察觉时，往往已经是一次跌倒、一次骨折之后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，70至79岁的长者是髋骨骨折最集中的族群，男女皆然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是爷爷还是奶奶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都在面对同样的隐形威胁。我始终忘不了刘阿妈的案例。她今年72岁，住在台北，生活一向独立，平常喜欢自己煮饭、逛市场。某一天清晨，她在浴室里滑了一下，虽然跌得并不重，却造成了髋骨骨折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她不得不在医院与病床之间度过，从一个自由走动的长者转变成必须依赖家人的照顾。这种改变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痛苦，还有心灵上的无力感。刘阿妈的故事并不是特例，而是台湾许多高龄者可能面临的现实。骨质疏松不只是一场骨头的病，它改变的是整个生活的样貌，甚至影响到一个人的自尊与家庭的和谐。那么，当髋骨骨折真的发生时，它会为患者与家人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？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重点。当髋骨骨折真正发生时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道骨裂，它夺走的是一个人行走的自由。许多患者在手术后需要长时肩复健，即使如此，也有不少人再也无法恢复到跌倒之前的行动力。对长者而言，从能自己走路到必须依赖轮椅或助行器，这是一种极大的落差。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在台湾髋骨骨折后的1年内，死亡率大约在15%到20%之间，而男性的死亡率往往比女性还高。换句话说，每5位发生髋骨骨折的长者，就可能有1位在1年之内无法存活。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。除了健康风险，还有沉重的心理压力。一些长者因长期卧床而感到沮丧，甚至失去生活的信心。家人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照顾，导致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被打乱。这不再只是病人的挑战，而是全家人的考验。
然而，问题的根源并不只在于一次跌倒，而是多年累积下来的骨质流失。那么，为什么骨骼会在岁月的推移中逐渐变得脆弱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探讨这个看似缓慢，却与每位长者切身相关的原因。骨质会逐渐流失，其实与生活习惯密不可分。最主要的3个原因是缺乏维生素 D、饮食中钙质不足以及长期缺乏运动。台湾的研究显示，许多长者因为日常活动多在室内，阳光曝晒时间不足，导致体内维生素 D 水平偏低。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， 身体就难以有效吸收钙，骨骼自然变得松软。台大医院的一项调查指出，长期从事室内工作的族群，骨密度比常年户外劳动的人低了大约15%。这说明阳光与活动对骨骼健康的重要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而在饮食方面，许多长辈偏爱清淡或软质食物，却因此摄取不到足够的钙质，久而久之，骨头就像逐渐流失支撑的梁柱。此外，随着年龄增加，许多人活动量下降，肌肉逐渐萎缩，骨骼失去了应有的支撑力。当肌肉不再能有效保护骨头时，一个小小的跌倒也可能造成严重骨折。好消息是，这些问题并非无法改变，如果能及早调整饮食、生活方式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骨质疏松的进程。那么，哪些饮食习惯能帮助我们重新巩固骨骼呢？这将是下一段要与您分享的重点。要让骨头重新获得支撑力，第一步就是从饮食下手。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，而维生素 D 则是让钙能顺利吸收的关键。若饮食中缺乏这2者，就好比建房子没有砖瓦，骨架自然无法稳固。在台湾的餐桌上，其实不难找到富含钙质的食材，一杯牛奶能提供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/3，小于前脸骨头一起吃下去，更是天然的钙库。豆腐、深绿色蔬菜如芥蓝菜与地瓜叶也都是不容忽视的来源。除了钙，维生素 D 也同样重要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清晨或傍晚的阳光下晒上15到20分钟，让皮肤自己合成维生素 D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建议，均衡摄取含钙与蛋白质的食物，再配合足够的维生素 D， 能有效降低骨折的风险。这些调整看似简单，但若能持之以恒，对骨骼健康的保护将会非常明显。饮食是基础，但骨头要真正强健，还需要另一股力量去刺激与巩固。那股力量就是运动。运动对于骨骼而言，就像每日的养分一样不可或缺。适度的重量训练或阻力运动，能够刺激骨细胞不断更新，让骨头保持紧密。对高龄者来说，并不需要激烈的运动，简单的快走、使用弹力带做伸展，或是练习太极拳，都能带来显著效果。国民健康署的数据显示，每周至少运动3次的长者，跌倒的风险比缺乏运动的人降低了28%。此外，台湾的临床研究也证实，持续6个月的阻力运动能让高龄者的骨密度平均增加约5%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百分比，对于一位70岁的长者来说，却可能是避免骨折、维持自立生活的关键。运动不仅强化骨骼，还能增进肌肉力量，提升平衡感，减少跌倒的可能。许多长者在运动后都会感觉脚步更稳，走路更有自信。这些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提升，也是心理上的鼓舞。运动能让身体更坚强，但生活里还潜伏着另一个威胁，它不是来自我们的身体，而是每天最熟悉的地方——777家。对许多长者来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马路，而是自己最熟悉的家。
浴室的湿滑地板、夜里昏暗的走廊、没有扶手的楼梯，这些小细节可能隐藏着跌倒的陷阱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，高龄者跌倒的案例中，有将近1/5发生在家里。想象一下，清晨起床时，地板因为湿气而变得滑腻，或是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因为灯光不足而看不清楚脚下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，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好在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改善来降低风险，在浴室铺设防滑垫，在走廊加装感应灯，在楼梯和床边设置牢靠的扶手。研究显示，这些调整能让跌倒的风险下降约30%。家庭是每位长者最放松的地方，但也必须是最安全的避风港。把居家环境调整得更贴心，不仅能保护长辈，也能减轻家人的担忧。然而，即使家里再安全，也无法完全取代另一个重要的步骤——检查。只有透过检测，我们才能真正知道骨头是否还足够坚固。骨质疏松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在发生骨折之前，往往毫无指兆。因此，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是预防与治疗的第一道关卡。现今台湾各大医院都能进行双能量 X 光吸收 EDEXA 的检测。透过这个方法，我们可以清楚了解骨骼的密度与强度。健保针对高风险族群，例如停经后女性、70岁以上男性、有骨折家族史的人，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助。每年都有数千位长者因为检查及早发现骨质疏松，进而接受治疗，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。对长者来说，做这样的检查或许只是短短几分钟，但它带来的资讯可能会改变接下来10年的生活品质。比起等到跌倒之后才知道骨头脆弱，及早发现并采取行动，才是真正能守护健康的方法。而当检查结果显示骨质疏松已经存在时，接下来就需要依靠专业的治疗来帮助骨头恢复应有的稳定。当检查结果显示骨质疏松已经存在时，治疗就变得至关重要。现代医学提供了多种方式，最常见的是抗骨吸收药物，能减缓骨质的流失。同时，补充钙质与维生素 D 也是稳定骨骼的基本手段。对于部分高风险患者，医师还可能建议定期注射药物，以增强骨骼密度。然而，治疗并不是只要拿药就好。许多患者在服药后，若没有遵照医师的指示，往往效果有限，甚至因为中断治疗，导致骨质再度快速下降。根据高雄的临床数据，持续2年规律治疗并配合生活调整的患者，有超过70%能够维持骨密度的稳定。这说明，只要有耐心并持之以恒，骨质疏松是可以被控制的。药物治疗是重要的一环，但它不是唯一的答案。真正的康复往往需要更多层面的协助。这时，中西医的结合与复健治疗就能发挥额外的力量，帮助患者恢复行动力与生活自信。在台湾，不少医院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医与西医结合，用更全面的方式照顾骨质疏松与骨折后的长者。西医的药物治疗能稳定骨骼，而中医的针灸、草药则常被用来缓解疼痛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当这两者搭配物理治疗与规律复健时，患者往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基本行动力。我见过许多长者在开始复健之前，走路总是摇摇晃晃，甚至不敢独自外出。但当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结合治疗与持续练习后，重新能够稳稳地踏出步伐，那种笑容与自信比任何药物都来得珍贵。这告诉我们，骨质疏松的治疗并非冷冰冰的医疗程序，而是一个帮助长者找回生活尊严与独立的过程。
然而，除了药物、复健与医疗的帮助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力量常常被忽略，那就是心态与精神。回顾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骨质疏松与髋骨骨折病不是无法避免的命运。透过均衡的饮食、适度的运动、安全的居家环境、定期的检查，以及专业的治疗与中西医的结合，我们其实能为骨骼建立一道道防护墙。这些努力不仅是为了延长寿命，更是为了让每一位长者能保持行动的自由，继续过着有尊严、独立的生活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或家人有帮助，请记得分享给更多人，并且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建议，与我们一起守护长者的健康。本影片内容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专业诊断与治疗。若有相关症状或疑虑，请务必寻求专业医疗协助。最后，祝福台湾的每一位长者都能步伐稳健，生活安心，不仅拥有健康的身体，也拥有自在愉快的心情。愿您每天都能带住笑容，走得安稳，走得长远。